在國科會教育部、台灣市政府甲工業技術研究院等3研界代表共同見證之下，南台科技大學智慧微電網產業人才甲技術培育基地正式揭牌，嘛這是上好的聖誕禮物。智慧微電網不只是說讓我們有發電儲能，然後我們有電動機車電動汽車就讓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那這個體系在我們來看，這不只是國內需要，國際也非常需要。像我們在場其實有來自泰國的貴賓，來自菲律賓的貴賓，他們都很期待未來可以合作，把這樣的整場的經驗輸出。因為在東南亞太多的離島，就所謂的孤島，他們都需要電力。叫他蓋發電廠也很難。我覺得智慧微電網是最重要的。台南是我們綠能的一個發展的大縣哈。所以在南台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基地，那幫我們相關的產業，不管是在技術的研發，或是你們這個所需要的員工的訓練，那當然在職前由我們的學校來培育這樣的一個學生，讓學生畢業就是有即戰力。賴總統在推動我們國家的韌性計劃，所以這個也是一個結合度相當高的國家政策。那未來如果能夠在台南的南科或者是我們的沙崙綠能科學城繼續來推動，那尤其是學校端的部分，對我們來講，不管是人才的培訓，還有給這些年輕人機會，還有各學術端的一些連結跟產業界，我想從這邊做出發是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其中吳成文以國科會主委身份再次回來南台科技大學感觸真深，因為這座基地正是擔任該校校長期間所爭取布局，希望成為技職教育新的基石。南台科大願意提供校園當作是一個實質智慧微電網運作實質運作的基地，這個基地的價值在哪裡呢？不是在於美麗輝煌的這種建築。我們這個建築裡面的內容才是重點。我們老師們的努力建置的這些實驗室，全部都是真材實料的。真材實料在培育學生，全部都是做真的，不是去買一些設備來裝一裝，好像是自己做，不是，都是老師帶着學生做出來的。因為天災地變造成電力中斷的教訓，所以南台透過智慧微電網的供電，嘛是守護校園物資無中斷的上好示範。而且該校經串聯成大、台大學、高雄科技大學等6間學校，和南台灣歷齡教育資源會當共享。預計每一檔將培育250位專業人才，帶動技職教學整體升級。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